来看机场的消息，台湾放宽边境的措施为今日起，3种人坐飞机进前免提出2天内 PCR 报告。所以讲接机的乡亲呢，认为讲安尼加正方便，验过某人烦恼讲会好变种病毒入来咱台湾。针对这点，专家表示讲风险是一定的增加，验过无讲所想的遐严重。台大儿童病院这个院长黄立明嘛讲，这个机场的体检会使挡真侪确诊的个案，伊嘛支持讲入境检疫期。会使向连假期继续来放宽。旅客官大官小官，防疫人员嘛无用咧指引动线。指挥中心目前宣布，个人或者是提有效居留证的人，含来台湾转机的旅客，这3种人对今仔日开始坐飞机进前免提2天来 PCR 报告，接机的亲戚朋友拢真欢喜。这真的是方便很多，因为原本要做 PCR 的话，他还需要2天内去做检测，但是因为这样子的政策，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省去这个麻烦。确实是会较方便，不过Omicron变异株 BA.4、BA.5，敢有可能因为政策放零，就趁机会入来台湾。风险一定会增加的啦，但是你怎么防也不可能说就可以防止 BA.4、BA.5进入社区啊。我想开放已经是整个世界的趋势。主要是因为病毒没有变得比较严重。如果我们大家都打上疫苗，那么这个 BA.4、BA.5就像一般的感冒一样而已。虽然会增加一寡风险，不过专家认为，目前要是当靠机场喙暖快筛，甲大部分确诊的病例冻落来，而且佫支持边境政策继续放零。把2天内的 PCR 拿掉，然后尤其是国人只靠唾液快筛，以目前来看，这个政策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啦哈。那隔离从3加4变成0加7，其实我个人也不反对，因为3加4它的效果相当有限，所以跟0加7其实他们2个来综合比较起来，他们的效益不会差太多。医生嘛提醒，即马社区和病毒共存，上重要的要是爱注疫苗，较食洗手咧，避免和有症头的亲戚朋友长时间接触，这是保护家己上好的办法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